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，二师兄不好啦！怎么了？师傅又被抓走了。上个日记，上个日记，上个日记，沙僧日记。如意恩人47，草鞋操纵者。滚鸡蛋！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？少废话！本集由滴滴打车赞助播出。自从用了滴滴，去南极取人参果树简单多了。滴滴一下，马上出发。拿什么拯救你人参果树？长治2年5月16日，二师兄说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所以一定要管住嘴，管不住就得迈开腿跑。你们几个真把人家的果树给打坏了？那师傅不是你看着呢吗？师傅，那是一棵仙树，谁知道这么脆弱就给打坏了？谁打的？那不是你接着说，朱仝。大师兄打的。耶，算你脑子转得快。这个泼猴啊！平时闹着玩的时候下手就没轻没重。我惹啥祸了？你要不念紧箍咒，我能打那么来劲吗？我。哎，我化妆包带没？带没带？啊？我念你是金鸡子转世，也算是故交。今天让你死个痛快。来真的，人参果树啊，我可以给你报仇了。大家嘿，既然是故交，把我们放算嘞。闭嘴！今天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徒儿，与我神鞭来。混账！我说的是龙皮七星鞭。师傅，身边在这儿。师傅，先打谁？你只要不要先打我就好啊。唐僧为师不尊，人品暗淡，先来30鞭。说得好，可惜不能让你们打。但是呢，打果子的是我大师兄，吃果子的是我二师兄，所以要打也应该先打大师兄才对呀。你没事吧你沙僧？那就先打那泼猴。你打我一下试试。你再打我一下。师傅，下一个再打谁？师傅，也该打打唐僧了。哎，他跟大师兄是不是有一腿啊？还用问？30鞭！哎呀，多么富有正义感的决定啊！不过呢，我这个师傅从来对道家都是富有尊敬之意的。不过呢，我这个大师兄倒是闹过天庭，对你们道家来说也是一种污蔑才对，所以要打也是应该先打大师兄才对呀！沙僧，你是不是疯了你？好，干脆把这猴子打死算了。哥们儿，咱俩交个心行不行？咱俩交个心。你是不是没完没了了啊？是不是没完了？是不是没完了？小样，我还整不了你们了吗？哎，放大招了，是不是没完了？啊！且慢，泼猴，我知道你有些本领，即便你有些本领，今天你也得死在这儿。打不死你，我就念死你！看老子一棒！这不会吧？这是我的紧箍咒，他怎么有？师傅，赶紧念松箍咒，大师兄要死了。八戒，为师是很爱你，但这种玩笑这时候开不合适吧？师傅，要不要你试试看以毒攻毒呢？哎，对，沙师弟说对，以毒攻毒复武德咒，你也赶紧念紧箍咒，看能不能抵消。好，不疼了。师傅，看到这元小宇宙的爆发了吗？它能量比你强，师傅你要盖过它，快！好。跟我一起练。哎，好吧，为师有办法。来，你拿这个，快，跟为师一起念啊，跟为师一起念。哎呦！
我不是被念紧箍咒了吗？一点都不疼的。几个人念我来着？5个？15个？唐三藏，你还敢跟我对法？猴子现在已经死了，你也在劫难逃。来人，给我上油锅！唐僧，给我炸成花肥，计数。白虎腿。晶晶姑娘，圣僧哥哥，晶晶来救你了。哎呀，我呀，一直。那个白姑娘，第一呢，这锅里面没有油；第二呢，我没在这个锅里面。你救谁呢？圣僧哥哥，可是人家真的想救你嘛。哎，晶晶姑娘，你还是先下来吧。啊，哪儿来的疯丫头，敢进我家油锅？你个臭老道，敢动我的圣僧哥哥，你这是滥用私刑，非法拘禁。你的眼里还有没有王法啦？没那么严重，没那么严重。疯丫头，活腻了吧？敢在我这儿闹事，在这儿我就是王法，你就是王法。我看不惯，我就得管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龙皮鞭抽他！哎，等等，这么有正义感的姑娘，你没下去手吗？要打也应该先打我才对呀。大家都是混三界的，给个面子。我去找来能够医活人参果树的仙药，如何？医活人参果树？顺嘴就说了。谁会医？谁能医？我可以。搞笑！好大的口气呀！是条汉子。哎，当着晶晶的面再多夸我一点也好，给你3天时间。若能医活人参果树，我便与你结为8拜之交，100年之好。若医不活人参果树，对不起了，唐僧必须炸成花肥。一言为定。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等着！话说现在全球变暖的局势在这里完全没有体现嘛？哎呀，这么冷，香蕉啊！我好恨那只猴子啊，还有那只猪，还有那个大秃驴。但是为了晶晶姑娘，我怎么着也得把当年吹过的牛给圆上。哎，师傅，这沙悟净带着你的马子跑，我不是挑事儿的人，师傅。但是你自己想想吧，真的，你自己想。太可恨了！悟净竟然没有给我带粉饼。哎呀，你真棒，我真爱你，师傅，大爱。1加1等于2，2加2等于4，4加4等于……应该是这儿的吧？居然还带包装哎！这是仙术了吧？谅他也救不活这人参果树，你们还是死心吧，留点时间写遗书啊。哎，大仙，我有一事不明。有屁就放。紧箍咒你是怎么学会的？告诉你也无妨。紧箍咒是我家祖传的。当年我姥爷在昆仑山跟盘古大仙学道时，是盘古大仙亲授。哎呀，镇远大仙，您的姥爷原来是盘古大仙的弟子啊！我姥爷的二舅公可也是盘古大仙的弟子。您姥爷姓什么？姓赵。姓赵？莫非您的姥爷就是我的姥爷的二舅公？哟，那咱俩不是亲戚啦？爸爸，滚犊子，没用！师傅，要我说，咱别等那大胡子老三了，咱俩赶紧跑吧！不行，一定要等他。师傅，你怎么不看笑？你想想，师傅，一棵仙树哪儿那么容易就被砸坏呀？对不对？您不觉得很奇怪吗？
还有，你想这树得值多少钱？咱们把它治好好不好？如果咱们把它治好，1个果子2个亿，1树的果子那得多少钱？你想想。是啊，多少钱呢？哎呀，悟空你醒了，为师太高兴了。多少钱呢？2亿呀！1树有多少果啊？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怎么了你？那有多少钱呢？师傅，师兄，树苗拿到了，等等我！没人，我看了没人。师傅，水。那我做法了啊！积极主义率，树枝多行多。我干什么？我做法呀，我肯定得吓我一跳。那我声肯定得大，小点声。小。再啦啦啦哩塞啦哩塞，再啦啦啦，再啦啦啦，再啦啦啦，小点声，我叫树嘛。给我活！我你干什么？住手！你们这帮贼和尚！别误会啊，我们是来救这棵树的。不用你救，滚犊子！凶手！哎呀，此话差异呀。这棵树呢，是我们弄死的，那不是我们来救活它，你妈来救活它呀？我告诉你啊，赶紧给我滚！再不滚，我告诉你，我就不客气了啊！你敢动我师傅一下试试？动一下咋了？今天我老朱在，你敢动一下试试？别往那来！哎呀，刚才你不是在……这都不重要，师傅，你听我说，你看这土地老儿他这么激动，我告诉你，他心里合计事儿呢。这树跟他没关系，他死了，他那么激动干什么？我说他绝对有问题。大师兄，糟蹋他！定，谁？姐，我要给我松开啊！姐，赶紧别给我呜呜旋旋啊！齐天大圣听过没？你干啥？齐天大圣要干什么？哎呦，看有个猴抱着你，把你美的，干嘛呀？啊，土地老儿，你这，我问你，土地老儿啊，这树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？这树死了跟你有没有关系？土地老儿呀，有关系怎么样？没有关系又怎么样？反正树已经死了。谁也救不活了，看到没？师傅，我解脱了。你看，就是他弄死，然后栽赃给咱们，师傅。大师，你糟蹋他，我定。带他去找那个镇元大仙，走。哎呦我天，你个土地怎么这么差？自己能走吧？姐，走，我看你能把我打来。走。跟你的主人说说吧，为什么你弄坏了树，要嫁祸给我们？为什么？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。来，来，你戴上试试来。啊，爽不爽？爽不？你有病啊！来，老头儿，来，你试一下，来，爽不爽？啊，你是不是无法呼吸啊？你什么审美啊？我告诉你，1年365天，我每天都环绕在你这人参果树的恶臭当中，时时刻刻都得带着它。现在我解脱了，我受够了，我他妈再也不带这玩意儿了。疯了吧你，土地！疯了，我是疯了。人家土地公都有土地婆，我呢，几百年了还是一个老光棍儿。我也去相过亲，人家都不要我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拜你们家人参果所赐，我臭啊！他们还给我起个名儿，叫屎人。我受够了，镇元子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了。
当当，大家请看，这就是西方神树。大猴子，你忽悠我的啊！这棵小松树能干什么？哎，你可不要小看这棵西方神树。到了每年的12月24日晚上，只要你把愿望写在小纸条上，然后再把小纸条放在袜子里，然后再把袜子挂在这棵神树上，然后就能实现愿望了。人参果树就复活了。那人参果树复活之后，是不是我就可以打果树，然后你们集体念紧箍咒整死我，是不是？老爽了。我的愿望很简单，就是能够结出人参果。当然没问题。哎，和尚，我说你这树臭不臭啊？哎，不臭不臭，只要你不挂袜子，一点都不臭。不信你闻闻。只要它不臭，我就愿意守候啊！对我来讲，这不只是树啊，而是希望。谁？ Oh, no, children, I'm a good man. 干嘛了你？ I will give you some gift. 什么人敢偷我们仙树？干死他！想死是不是 I'm a good man. I'm a good man. 师傅，我俩刚才抓到一个小毛贼，不过这个小毛贼是个老外。哎，师傅，您不是学过英语吗？您跟他说说。How are you? Fine, thank you. And you? 打他！多么祥和的结局！老实讲，这棵西方神树就是我和晶晶姑娘的爱情结晶。我师徒4人呢，去西天取经，路遇武装观，不小心将那人参果树给弄死。现在我的师傅和师兄都被镇元大仙所扣押。我是来问3位仙人有没有解救人参果树的妙方啊？这个办法呢，倒是有一个，不过，如果你能比我们有本事的话啊，我就告诉你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也就献丑了。请，拿个破罐嘚瑟什么呀？啊！呦呦呦！怎么样？这回可以告诉我解救仙树的办法了吧？咱们后会有期了。哎，不，等会儿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棍子那个秘诀呢？啊，你们自己练就知道了。